今鋪可能真係癲到冇得再癲。話說早排有個香港人自製咗啲廣東歌卡仔，走咗去日本街頭派。冇錯，嗰個就係我。不過喺度想宣佈，我放棄唔再派卡啦。真係對唔住大家嘅支持，因為我決定要將行動全面升級，派卡仔進化人肉 QR 點歌箱。劇情之所以會咁峰回路轉，係因為我突然醒覺，歌詞卡已經滿足唔到我宣傳廣東歌無窮無盡嘅慾望。一張卡最多只可以派俾一個人，成件事實在太唔 efficient 啦。為咗秉承香港人追求速度同效率嘅精神，所以我決定要強化我嘅接觸範圍。最後得出嚟嘅結論係物理強化。介紹翻先，呢個人肉 QR 點歌箱正面貼咗每集邀請日本人聽廣東歌嘅主題，側邊上面貼咗是日主題同至今為止所有主題嘅 playlist， 下面順便宣傳一下自己嘅 IG 同 X， 然後另一邊隆重登場嘅特大 QR 曲就犀利啦，係集合香港人點歌之大成嘅超級廣東歌 playlist。由呢條片開始，呢個宣傳廣東歌系列嘅街訪同 vlog 會全面啟動留言點歌制，每集都會以一人一留言一首歌嘅形式，將留言入面嘅歌放入呢個 playlist， 大家可以隨時留言點歌俾日本人聽，真係唔使多，每條片留一首歌俾我就夠啦。我 Google 咗 Spotify 一個 playlist 嘅收錄上限係10000首。睇下究竟我要拍幾多條街頭聽歌片先可以打爆一個 Spotify playlist。呢個就係我化身成為人肉 QR 點歌箱嘅故事。